我參加咗舞獅學習舞獅呢一個活動之後呢，我深深體會到原來舞獅藝術喺傳統呢一個文化入邊啦，係咁有內涵同埋需要好多團隊精神先可以做到。透過我喺活動入邊啦，觀察到好多唔同同學，例如獅頭獅尾入邊啦，都要係好多團隊精神先至可以形成到一場好完美嘅表演。我通過呢一次活動入邊，我學到咗原來唔單止淨係得我嘅意見去令成個活動進行，仲要接納到其他人嘅意見、動作矯正，先至可以令到個活動好完美咁樣進行。參加咗 Freestyle 各種活動之後啦，例如沙頭角去參觀，我哋裡面參觀咗好多唔同歷史博物館啊。透過係參觀呢啲歷史博物館呢，我都可以了解到沙頭角嘅各種文化啦，例如消防員啊，同埋各種文物嘅了解、唐樓嘅了解。喺我參加其他活動入邊，包括咗一個防騙嘅講座，我都了解咗好多唔同各種嘅騙案啦，騙案嘅類型啊，例如香港今年總共俾人呃咗啲市民俾人呃咗幾多錢啊，咁亦都可以令到我了解咗好多唔同各種嘅新知識，令到我更加難忘對呢一個活動。我參加咗學習舞獅呢個活動啦，咁我喺呢個舞獅嘅活動入邊學到團隊精神同埋要有默契。因為佢呢個表演係需要兩個獅頭，咁淨係得一個獅頭去做，即係可能一個快一個慢，咁成個表演就會好核突。所以都需要默契，即係去兩個獅頭互相配合咁樣去完成呢個表演。咁同埋團隊精神就係要走翻去獅尾，即係獅頭唔可以行得咁快。如果行得咁快嘅話，個獅尾就會跟唔上，就會變得好辛苦。咁參加咗咁多次 Freestyle 嘅活動，令我最難忘嘅一次就係去沙頭角參觀。我哋喺嗰個活動睇咗好多嘢，例如以前沙頭角舊嘅消防局啦，跟住仲有以前啲人會用啲咩工具去耕種啊等等。咁我哋都學到好多嘢，仲可以望到好多靚嘅風景。總括而言，Freestyle 呢一個活動令到我哋學到好多唔同嘅新知識，令到我哋可以喺年輕嘅新一代入邊感受到唔同傳統嘅文化。我亦都好推薦其他同學更加細嘅師弟師妹嚟一齊參加呢一個活動。